真正的爷们不是大嗓门，不用动刀动枪，而是举手投足之间流露一种风度大气。男人看电影并不追求感性的东西，更多是追求视觉的冲击感和心灵的震撼感。这里推荐10部男人必看的电影，关于人生、才华、责任感等等，包括《勇敢的心》、《美国往事》、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、《阿甘正传》、《国王的演讲》等。这些男人经典电影你看过几部呢？世界10大男人必看电影一《勇敢的心》。《勇敢的心》是由梅尔吉布森执导，梅尔吉布森、苏菲玛索等主演。影片以13到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，以战争为核心，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·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。1995年5月，该片在美国上映。《勇敢的心》是一部充满了激情、政治、浪漫、道德的古装史诗电影。1996年，该片在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等5项奖项。美国往事》。《美国往事》是一部由塞吉欧·利昂执导、塞吉欧·莱昂执导，罗伯特·德尼罗、詹姆斯·伍兹、伊丽莎白·麦戈文、塔斯·戴维·阿尔德等人主演的剧情片。影片以纽约的犹太社区为背景，讲述了主人公面条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黑帮大佬的历程，同时也展现了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黑帮史。1984年2月，该片在美国上映。1985年，该片获得了第8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等奖项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是由弗兰克·达拉邦特执导，蒂姆·罗宾斯、摩根·弗里曼等主演，上映时间是1994年9月23日。该片改编自斯蒂芬金《四季奇谭》中收录的同名小说。该片中涵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，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、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环境改造的恐惧。影片的结局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宣泄，在 IMDb 当中被超过16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佳片中第1名，并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纪百大电影清单。《阿甘正传》。《阿甘正传》是由罗伯特·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，由汤姆·汉克斯、罗宾·怀特等人主演，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。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·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，描绘了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弗瑞斯特甘自强不息，最终傻人有傻福的得到上天眷顾，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。电影上映后于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、最佳男主角奖、最佳导演奖等6项大奖。2014年9月5日，在该片上映20周年之际，《阿甘正传》IMAX 版本开始在全美上映。国王的演讲。《国王的演讲》是汤姆·霍珀执导，科林·费斯、杰弗里·拉什、海伦娜·伯汉卡特主演的英国电影。影片讲述了1936年英王乔治5世逝世，王位留给了患严重口吃的艾伯特王子，后在语言治疗师莱纳尔·罗格的治疗下克服障碍，乔治5世驾崩，爱德华8世继承王位，却为了迎娶寡妇辛普森夫人不惜退位。艾伯特临危受命，成为了乔治6世。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二战前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。该片获得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。《教父》。《教父》是由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执导，马龙·白兰度、阿尔·帕西诺等主演的黑帮电影，于1972年3月24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改编自马里奥·普佐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以维托·唐科莱昂为首的黑帮家族的发展过程，以及科莱昂的小儿子麦克如何接任父亲，成为黑帮首领的故事。本片获得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、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、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。辛德勒的名单》。《辛德勒的名单》根据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·肯尼利所著的《辛德勒名单》改编而成，是1993年由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导演，连姆尼森、本·金斯利、拉尔夫·费因斯、卡罗琳·古道尔主演的一部电影。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·辛德勒与其夫人埃米莉·辛德勒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，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。该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7大奖项及第51届金球奖的7项大奖。阳光灿烂的日子。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，由王朔的小说《动物凶梦》改编，
主要演员有夏雨、宁静、陶虹、耿乐等。该片的背景是文革时的北京，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林立的孩子，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中间度过自己的青春。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70年代初的北京，大人们忙着闹革命，学校停课，某军队大院里，一帮15、16岁的男孩子们整日沉溺于打架闹事，马小军就是其中之一。9东方不败，东方不败风云再起，由金公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、龙翔影业香港有限公司出品，程晓东、李惠明执导，林青霞、王祖贤、于荣光、王静莹等主演的武侠电影，讲述东方不败隐退后又重出江湖，追求不凡人生，与雪谦、寻顾长风三人爱恨纠葛的故事。该片于1993年1月21日在香港上映。《愤怒的公牛》，《愤怒的公牛》是由联美电影公司发行，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，罗伯特·德尼罗、乔佩西、凯西·莫拉蒂联合主演的剧情传记片。影片于1980年11月14日在美国上映。该片根据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杰克·拉莫塔的真实经历改编，讲述的是一代拳王杰克·拉莫塔一生中从成功到失败的过程。